抑个袂当乌白走，台北市一个爱伫咧徛街检疫的查甫，新历20违规走去外口倒粪扫，搁走去大卖场买物件，互主管机关罚1万块。无想到4天后，又搁互人掠到伊四界拍走乱扫。台北市政府若直接甲伊罚5万块，搁直接甲伊送去集中检疫所来管制，变做台北市的头一个例。另外南投有一个荷兰的查甫，无守伫咧徛街爱检疫的规定，阵啊塞车载日本的女朋友走去到花莲佚佗，共款互警察甲伊抓落来。武汉肺炎全台湾拢咧警戒，严格实施店厝的隔离检疫，中央甲地方拢制重罚，但就是有人唔听话，第2摆乱走，互人掠。台视这名需要居家检疫的男子，日前他出门倒垃圾，又跑到卖场去购物，被抓到罚钱之后，没想到相隔4天，他又再度出门拍照，但这回除了罚钱之外，他还被强制送进了集中检疫所来控管。这个查甫人2月13号对中港澳入境，一直爱到2月28号才解禁，但20号头一遍出外，罚1万块以后，同款无要无紧。24号第2摆出外来受到重罚，嘛直接送去检疫所，这嘛是台北市头一个。他只要离开那个区域，现在的手机都从后台直接行政就会接到通知了，就是现在是无所遁形。只要有这种情况，我们就是报中央送走集中隔离。同款的代志，伫咧南投嘛发生，店厝里检疫的人落跑的个案。I go to a villa where I have a reservation for 2 nights. They talk with the police every day. Of course. And they already said to them that I'm checking out the 25th. 这名荷兰籍的查甫人25号早起，无按照规定，甲日本籍的查某朋友驶车去花莲佚佗，路程中经过中环公路太鲁街国家公园，警方就随动员，伫咧迄天下晡就掠着人，嘛送去检疫所隔离。外籍人士在台湾并没有固定的居所，所以因此我们把它强制到我们的中央所指定的居家检疫的场所。实在是足危险的啦，嘿啊！但是迄当调嘛无法度。中央甲地方制重罚，敢若希望店厝的检疫隔离的人，莫搁乌白走啊，避免浪费社会资源，搁开钱。记者综合报道。